OK，大家好啊，我就係 CKY 啦，今日我介紹俾你我個心得。但係依家我幅圖咧有好多 certificate 啦，就係我啲成就啦，就係EP 俾我嘅，我就唔講佢個名，因為保障私隱。咁咧就係咧，就係我留咗2年中二，跟住升咗上中三嘅心得啦，同埋準備去做我中意嘅嘢嘅心得啦。咁睇下一個故事啊！咁咧，首先咧，多14歲嗰陣，我係第1年嘅中二咧，就直到17歲，因為咧我留咗2年中二㗎啦，我已經好後悔啦。就我嗰陣時咧係唔知自己做乜，冇目標，冇成功經驗，冇成功感，我表現差，行為差，跟住由依家好似由9月份1號2024年，直到6月30號2025年，就表現好好啊，就一直喺度成功。咁老師就覺得我係好學生，就我有陳 Sir 嘅幫助啦，就等我減低咗學業壓力啦。咁跟住我繼續努力去，跟住我就攞到啲陳 Sir 嗰4張相啦。跟住咧就我每個禮拜6咧就去做 gym 嘅，就或者見葉醫生嘅，係定期。咁當我中三準備中三嗰陣，我計劃咧會學 biology、chemistry、physics，再學埋啲 muscle 啊，同埋啲健身嗰啲力學啊，同埋啲 chemistry，對做教練好有幫助嘅。跟住我繼續表現好，有陳 Sir 幫助咧，我就因為陳 Sir 準備定咧，就幫我轉到過去運動課程嗰度。我喺運動課程嗰度咧做好多 training，咁咧做 training 係好艱難嘅，因為有時 push up 嘅 standard 要1分鐘30下，有時啲 standard 咧係更加艱難嘅，我都願意接受挑戰嘅。跟住咧，我準備考 cert 嗰陣咧，係隔咗3年嘅學習時間咧，就準備考 cert，就第一次考唔到啦。跟住我繼續練習啦，最啱尾我就成功咗。跟住當我 qualify 咗，就準備去24/7去做個 trainer，我就係加入咗個健身行業，我就教啲 student 點樣去有個健康生活同埋做 training。咁咧，大約啲心得咧就講到呢度，希望大家咧被呢啲心得 inspire 咗，同埋嘅鼓勵大家要去堅持同努力，同埋付出就會有成果，同埋要有個目標，有志向㗎。OK，呢條片到此為止，希望大家有興趣觀看，拜拜。